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點解身子虛弱或者病緊嘅人係有需要飲營養湯水。當我哋病緊、發燒，可點樣吸收營養、修補身體？問題就許多時係，偏偏呢個時候，部分人都冇胃口，食唔落嘢，個身體越來越虛弱。咁點算好？呢個就係營養湯水發揮作用嘅地方，以下幾點，講下點解喺科學角度，營養湯可以幫身體跳出分解、拆自己，重新開始修補情況。一、幫身體減消化稅，即食物熱效應。固體食物對身子虛弱的人，咬肉、嚼菜、消化高纖維食物、牙齒、胃、消化酵素全部都要做嘢，虛耗太多，亦會食唔落口。營養湯就唔同，湯入面嘅營養已經係液體斜線半溶解狀態，有氨基酸、碘、葡萄糖，消化成本低，身體容易吸收，事半功倍，修補身體。而要修補身體，單靠能量係唔夠㗎，仲要有構成身體的材料。身體要靠血液入面嘅氨基酸池去製造抗病毒病菌抗體、免疫球蛋白同修復受損嘅組織。靚肉湯或者魚湯嘅好處，富含谷氨胺、精氨酸呢啲重要氨基酸，特別係谷氨胺，直頭係腸道同免疫細胞最中意嘅燃料。透過湯水直接補充，就可以快啲補回氨基酸。適當飲用營養湯，會將身體由患病的拆自己模式轉返做修補模式。營養湯的重點是天然材料，有蛋白質和脂肪，配合簡單糖分，協助吸收。切忌加工化學材料食物。加工或化學材料令身體組織發炎，損耗維修資源。患病時不要忽略營養。多謝大家。